新聞一開始，先看總統賴清德出訪斯瓦蒂尼，昨是去拜訪艋舺科技園區，這是咱兩國自建交以來上界大的計劃。這賴總統也以紅心芭樂來比喻咱兩國的交情，祝賀咱建交第58年。We are family. 對鏡頭大比一個讚，總統賴清德拜訪斯瓦蒂尼艋舺科技園區，閉關去看園區的規劃，而且聽台灣產業創新園區甲戰略優質的簡報。這是台史建交以來規模上大的工程合作案，尤其在國際油價大變動的時，能源安全甲產業布局同步推進，更較讓人看到這個計劃的重要性。戰略除油槽代表的是因應風險與危機的能源安全以及國家韌性。台灣產業創新園區代表的則是面向未來的產業布局與發展希望，前者守護穩定，後者開創成長。這正是台史兩國合作邁向下一個階段的重要里程碑。We value this partnership deeply, and we look forward to many more years of collaboration and shared success. 謝謝。除了業體合作，軟實力的農業技術也有大交流。賴總統摕紅白的芭樂拍影片，紹介由台灣農集團在當地深耕真濟冬的成果，對種植技術到拍開通路，讓台灣經驗在非洲定根，也代表兩國人民的感情。有這顆芭樂也可以看得出來，台灣跟斯瓦蒂尼兩國邦誼之深厚，還有兩國人民感情真好。斯瓦蒂尼建交今年是第58冬，雖然這屆行程有受到阻礙，不過無影響台灣走向世界的決心。為穩定能源安全的優則，到拍開非洲門戶的產業園區，擱到定根基站的農業援助，賴總統這抓強調透過價值、韌性、科技這三大優勢，甲四國深化交流合作。《華爾街日報》也以台灣地處中國為題，報道這場外交的突破。外界關注會停的細節，總統府回應會在訪問結束了後，找時間對外說明。記者綜合報道。